家民创新布袋戏团的精彩表演，宣导校园诈骗。新的学期开始，高中小新生入学，友善校园就非常重要。台南市长黄伟綽就特别宣导防诈骗以及反校园毒品。打击诈骗没有年龄限制，反毒品也没有年龄的限制。那鉴于过去有些使用毒品的年纪越来越往下延伸，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让我们的同学不要有这个沾染毒品的机会，也不要想要去尝试。活动当中也针对校园霸凌防治、性别平等等议题加强宣导，并由市长进行宣示，落实友善校园。另外，目前的重点工作也是伫天高热防治。这个防灾模式马上台风过了，马上调整为防疫模式。我们今天就有大规模的知青。今天我们来看校园防诈骗、反暴力，也顺便也要看一下校园有没有一些资生员。台南市天高地病例将近4000例，黄伟綽呼吁爱做好环境知青，共同防治天高地疫情伫社区校园出现。除了爱营造友善和谐的校园气氛，同时也爱做好天高地防治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